湘北地区对8月初3开始放零餐厅用餐的限制，亲像火锅店、蛤蟆店也讲，人客开始转来差不多有到3成。不过对这个办桌餐厅一般的小店来讲，头家也是考虑到防疫成本加员工的安排。 火锅长长滚，虽望简单会当过几帮荤菜开讲，不过过了2个多月，总算会当参朋友斗阵伫咧餐厅食火锅，人客又是感觉真欢喜。是还好，还是可以这样子讲话。现在去拿菜都要戴手套，还要戴口罩，对，以前不用。去听饮料、乌冰淇淋、较酱料，人客拢着爱挂餐厅提供的手套，伫咧菜市区这部分，得爱由店员来替您嘅。以目前现行来说，用餐期间的满桌率几乎都是8到9成的。但是因为配合所谓的防疫政策，即便今天坐满了人，大概我们的营业额也可能只是回到以往的3、4成左右。 不过，对卖倒菜的业者来讲，爱做假帮，佮爱照中央规定，爱有专人来分菜。即阵嘛，又佮伫咧设计假帮，头家讲会先继续拼挂上的生意。比较低单价的消费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多一个人手去帮他做分菜，本来就已经快没办法营运了，再多人手，那根本一下就可以关门了。 也若对卖食的细间店头来讲，疫情又未完全结束，头家讲简单会继续红包回去。 对我们来讲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。如果说政府决定内容开放可以不受限制的话，我才会开。疫情继续维持2级警戒，餐厅业者带条件开放红内底食，不过大部分的业者又搁伫咧观察。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。